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Bilibala Reads。今日呢一集，我哋要深度拆解一本可以改變大腦、改變人生嘅好書，書名叫做《神經可塑性》。呢一本書將而家先進嘅神經科學研究，用咗一種親切、生活化嘅語言呈現俾我哋。而核心信息呢，其實就係一個，你嘅大腦唔係一出世就固定好嘅硬體，佢係擁有好驚人嘅神經可塑性，可以持續重塑、連接，形成新嘅習慣，改變情緒模式，甚至可以重寫你嘅人生故事。咁我哋第一 part 就由人生最痛嘅課題開始，就係結束、失去同埋悲傷。書入邊提到一個事實，就係我哋大腦對於失去嘅反應，竟然係同我哋身體真正骨折嗰個疼痛感覺呢係差唔多嘅喎。因為嗰陣時杏仁核就會過度活躍，情緒中樞呢就會全面接管個大腦，就搞到好多人都失眠啊、反覆犯錯，又好焦慮，甚至有啲人呢會出現短暫嘅自殺念頭。咁點解失去咁痛苦呢？因為大腦本身就鍾意熟悉同埋可以預測嘅模式，無論係一啲長期嘅關係、一個身份、一個人，定係每日嘅習慣。突然間攞走呢樣嘢之後，大腦呢就要重新適應一個冇咗佢哋一個全新嘅世界。呢一個過程呢就會耗費咗佢哋好多嘅能量，亦都會有好強烈嘅唔安全感。咁有兩種失去啦，一種就係失去咗某個人、某啲嘢；第二種失去呢，就係冇咗一個機會或者係階段。兩者呢都會啟動類似嘅腦部機制，但係神經可塑性就會俾咗我哋一個希望，就係我哋大腦雖然會覺得痛，但係佢都可以重新營塑，去建立翻新嘅日常、新嘅安全感同埋新嘅連結。可以點樣去建立呢啲新嘅嘢呢？首先，我哋要承認並且允許自己好好悲傷，唔使急住要正面思考嘅。第二，我哋亦都要維持睡眠、運動同埋支持性社交呢三件事，跟住我哋就可以逐步去建立新嘅小習慣啦，等大腦慢慢將新嘅生活變成熟悉而且安全嘅模式。但係記得，如果有需要呢，我哋都要尋求專業治療師嘅幫助。我自己呢都經歷過好多重大嘅失去，而書入邊嘅呢一段內容亦都覺得好有共鳴嘅，因為痛苦唔代表你失敗，而係大腦正喺度努力重塑緊嘅過程。俾自己一啲時間，同時亦都可以用書入邊工具呢去協助大腦加速適應，咁就會慢慢行返出嚟，而且大腦就會變得更加強韌。跟住落嚟呢，我哋就傾下思想點樣真正塑造大腦。書入邊強調，我哋嘅內心深處相信啲乜嘢呢？我哋嘅大腦就會好似偵探一樣，係咁去揾證據嚟證明佢係啱嘅。呢一個呢，就係確認偏誤。當你長期話俾自己知，我就係唔夠好噶啦，我改唔到噶啦，我成日都失敗嘅，大腦嗰個網狀活化系統呢，就會自動過濾咗一啲正面嘅資訊，淨係會俾負面證據進入你嘅意識，就變成一個自我實現嘅預言。如果調返轉，我哋可以刻意改變內心嘅對話，重新架構一個正面嘅故事，大腦就會開始建立新嘅神經通路，情緒同埋行為亦都會跟住改變。例如係我哋可以每日寫日記啦，去將自動冒出嚟嘅負面諗法呢寫低，然後就問自己以下幾個問題：到底我寫低嘅負面想法係咪100%係真嘅呢？而呢啲負面嘅想法有冇其他解釋，而唔係淨係因為我自己係失敗嘅人呢？如果呢一個係我最好嘅朋友嘅諗法，我會點樣同佢講呢？然後我哋亦都可以揾出3件每日值得感恩嘅小事，亦都可以用更加慈悲平衡嘅方式去同自己講嘢。書入邊指出，思想唔係虛無嘅，佢就佔用咗大腦好大嘅空間，會影響你嘅情緒、習慣、身體語言，甚至係你同世界互動嘅方式。我哋可以改變我哋講故事嘅方法，而呢一個呢，就可以用神經可塑性去重塑我哋嘅人生。下一個部分呢，就係一個好實用嘅建議，就係視覺化想像同埋注意力訓練啦。書入邊呢，將視覺化想像稱為視覺化心理訓練。原理呢，就係當你嘅大腦入邊強烈、細緻、豐富咁樣想像某個行為嘅時候，其實嗰個活化咗嘅腦嘅區域呢，同實際上你去做嗰件事嘅時候呢，係幾乎一模一樣嘅。例如係之前有做過一個實驗，有一批學生佢就係真正練緊去彈鋼琴，而另一批呢，就只不過係喺腦入邊想像自己彈緊鋼琴。但係實驗結果呢，就發現佢哋喺做緊呢一啲行為嘅時候，活化咗嘅大腦區域呢，其實都幾乎一模一樣嘅喎。我哋可以點樣去練習呢個視覺化想像呢？就係可以喺每日固定嘅時間，最好朝頭早呢，就用5至15分鐘去詳細想像你要嘅習慣。呢一個詳細想像呢，最好就包括所有感官，你睇到嘅畫面，聽到啲咩聲音，感受到嘅身體感受，甚至乎係情緒。想像完之後呢，就記得要立即執行。
呢一個視覺化想像呢，可以用喺好多情景，例如係起身、運動、面對壓力或者學習新技能等等。譬如係，如果我前一晚已經想像到，我第二朝一定會瞓晏覺㗎啦，一定會賴床㗎啦。咁我哋呢就可以做視覺化想像，就係去想像自己第二日起身，一熄咗鬧鐘就即刻起身刷牙洗面呢一個想像。而去到第二朝鬧鐘響嘅時候呢，就記得一定要即刻執行第一步，就係去起身啦。咁書入邊呢，亦都舉咗好多運動員啊同埋頂尖人士嘅例子，去證明呢一種心理訓練呢，可以大幅提升實際表現。同時書入邊亦都強調，淨係得個諗字呢係冇用嘅，就必須要想像再加埋行動嘅結合呢，先至可以真正咁樣做到神經可塑性嘅變化。而第四部分就係要制定策略，為挫折做好準備，因為改變呢係冇可能一帆風順，一直咁順利就可以搣甩咗個壞習慣或者建立一個好習慣，所以就一定要提前制定咗個策略。書入邊亦都提供咗好多嘅建議，例如係寫日記、視覺化想像、習慣追蹤器、揾教練或者係 support group、自我催眠等等。其中我覺得有一個好好嘅概念，就係騰出空間。呢個騰出嘅空間呢，就係喺觸發嘅事件同埋你對於呢個事件嘅自動反應之間呢，就創造出一個暫停嘅空間時間。一開始呢個暫停可能得個1-2秒，但係我哋透過反覆練習呢，佢就會越嚟越大，越嚟越長。咁我哋呢個越嚟越長嘅時間呢，就可以擁有更加多嘅選擇權，就去諗，今次呢，我要用一個新嘅方式去回應呢一個觸發事件。呢一個就係我哋打破壞習慣、建立新習慣嘅核心關鍵。另外，我哋亦都要為我哋嘅低潮同埋挫折做好準備啦。因為不完美嘅日子，亦都即係我哋會重回到壞習慣嘅日子呢，一定有㗎啦。亦都記得要將呢一啲唔完美嘅日子寫入去計劃入邊。咁樣，當你真係狀態唔好嘅時候呢，就唔會覺得自己徹底失敗，而係好似做咗一個視覺化想像咁樣，就一早就預料到呢，我都會有啲日子呢係做得唔夠好嘅，不過我之後會再努力返，咁樣咯。去到下一個部分，就係我哋要跨越我哋嘅恐懼，同埋唔好再自我破壞。大腦最鍾意熟悉同埋安全，就算嗰個熟悉感呢，其實係傷害緊你。呢一個呢，就係自我破壞嘅根源啊。譬如我哋會重複一啲好 toxic 嘅關係啦，我哋會拖延，會自我去駁斥自己，因為我哋嘅大腦覺得呢，已知道結果嘅壞事，比起你未知道未來嘅好事呢，其實係會令到大腦更加覺得有安全感嘅。例如係一個喺唔健康嘅家庭長大嘅人呢，成日都會冇意識咁重複類似嘅相處模式。咁解決嘅方法就係意識到呢個機制，然後就刻意一步一步咁練習新嘅行為。而家呢，我哋就嚟到成本書，我覺得最重要，亦都係最基礎，俾最多人忽略嘅關鍵，就係睡眠。睡眠呢係我哋嘅大腦最佳優化嘅工具嚟嘅。喺我哋瞓緊覺嗰陣，就係大腦去創造一個新嘅習慣，鞏固記憶，做出真正改變最重要嘅一步。如果你其他事做得再好，但係你瞓得差呢，其實所有嘅努力都會大打折扣㗎喎。書入邊就講點解睡眠係咁重要、咁強大呢？因為喺我哋日頭學得到嘅新知識、新技能、新嘅思考模式，都需要喺睡眠期間喺大腦嘅記憶中樞去進行鞏固同埋編碼。如果冇充足嘅睡眠呢，呢一啲嘢就好難變成你大腦嘅一部分。書入邊亦都有好詳細咁樣介紹兩種最重要嘅睡眠階段。第一種呢，就係快速動眼睡眠 （Rapid Eye Movement）。呢一個階段呢，對於情緒嘅處理係好關鍵嘅。當你喺度發緊夢嘅時候呢，其實你個大腦就係處理緊日頭嘅情緒同埋經驗，特別係嗰啲令到你有壓力、侵入性嘅意念。佢可以幫你將情緒去標籤化，等你唔會一直俾同樣嘅情緒困住咗。研究亦都顯示呢一個快速動眼睡眠不足嘅人呢，情緒調節能力係會明顯變差，亦都更加容易焦慮、容易嬲，甚至會有抑鬱。而第二個緊要嘅睡眠階段就係深度睡眠，呢一個係身體同埋大腦真正修復嘅黃金時期。大腦就會透過類淋巴系統，好似洗碗機一樣呢，將日頭累積嘅代謝廢物同埋毒素排出身體。呢一個就對長期腦部健康非常之重要，亦都可以降低阿茲海默症等等神經退化疾病嘅風險。另外喺深度睡眠階段呢，大腦就會釋放大量嘅生長激素。生長激素唔單止係幫小朋友生高啲，而佢喺大人上面呢，亦都會負責修復大腦嘅神經元細胞，調節代謝同埋血糖，提高我哋嘅警覺性、耐力同恢復力，更加會修復肌肉同埋組織。咁所以呢，我哋就一定要瞓一個好好嘅覺呢，先至可以將一啲好習慣真正鞏固咗喺自己大腦嗰度嘅。
但係其實我都好明白都市人呢，失眠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。到底點樣解決呢？如果你係一個作息混亂嘅人，咁就都可以盡量固定每日同一個時間瞓覺同埋起身。就算係放假嘅時候想瞓晏啲要賴床呢，都最好唔好超過平時起身嘅時間嘅1個鐘。而我哋瞓前呢，亦都唔好再用手機啦，因為藍光呢就會抑制褪黑色素，而褪黑色素呢其實係幫助我哋瞓覺嘅。咁就最好瞓之前1個鐘呢，就熄手機，唔好再睇啦。另外就記得間睡房要保持涼爽18至20度左右啦，最好就熄晒燈，黑嘅同埋安靜嘅，咁就會瞓得好好多嘅啦。咁就仲有好緊要一 part 呢，就係呢啲咖啡因同埋酒精呢，嗰個半衰期呢好長嘅。咖啡因就最好下晝2點之後呢都唔好再飲啦。另外係如果你個人其實好攰好想瞓，但係個核心問題係因為你好大壓力，咁所以個腦係咁轉停唔到落嚟呢。咁書入邊亦都有建議瞓之前呢去做一個練習，就係將聽日要做嘅事同埋擔心嘅事呢寫喺紙上面，咁樣呢就可以去調整翻你嘅情緒，就可以瞓得好啲。當我哋瞓得好嘅時候，大腦嘅可塑性就會達到最高，我哋就可以更加有效率咁學識新嘅習慣，改變翻舊嘅思維，處理情緒亦都變得容易好多。但係如果我哋睡眠不足呢，就會令到前額葉，亦都即係負責理性思考、自控力嘅大腦區域呢，嗰個功能就會下降，我哋就會更加容易翻到去舊嘅習慣，情緒化，甚至乎有拖延嘅情況。所以就記得呢，我哋雖然日常要處理好多事，亦都好想將所有嘢處理好啦，但係最緊要最基本呢，亦都係要將我哋嘅身心理健康擺喺第一位，亦都要將睡眠擺喺我哋嘅第一位。總括嚟講呢，呢一本書都係一本好容易理解到，亦都係適合普通大眾睇嘅書嚟嘅。書入邊嘅內容呢，亦都好同我哋都市人息息相關，因為我哋其實好多時都俾一啲負面嘅感受去框住咗自己，就會覺得自己只係局限喺呢一個程度上面，就冇再做一個新嘅突破。呢一本書用咗一個好具體、好循序漸進嘅方式呢，去教你點樣唔使再畫地自限，做到自我嘅突破。咁都希望大家鍾意我今次嘅分享啦。如果有啲咩書想我去分享嘅話，亦都歡迎喺 comment 嗰度去寫低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